今日介紹呢個單位係大圍名城三期三座一個低層單位，實用尺數總共係688尺，三房一套。單位一直都收緊租㗎，每年租俾學生一次過收一年租金，投資回報非常之高，一年幾廿萬租金。咁啊，業主而家其實係移咗民嘅，咁佢今年就決定都係賣咗個單位算啦。每年返嚟收租金都有啲攰喎。名城嘅三期就好少業主放賣嘅，呢個雖然低層單位，望落遠景啱見到非常之安靜，交通方便，最緊要業主而家係真心想賣，而且價錢都係非常之筍嘅，1230萬。一直對名城啲盤好留意嘅買家呢，就知道三期啲盤唔多嘅。你如果有興趣，即刻聯絡我，我電話係92070684，我係 Daisy。名城三期。